提出真心表上体，道理听清楚，才会徛好在。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行，受到过程，酸甜苦涩，用心体悟，才会当过关。坚定信念，唔通搁风动，提起勇气向前行。莫放弃，来日天来团圆。受到不免行艰苦。幸福会在你身边，若是你是伊，幸福为你加油加变，情绪唔通来猜疑。提起信心，度化众生，慈悲的心。因在心肝底，触发之心，不受环境来影响，作为众生的模范。甘愿知足，着自在，才是上天的动力。